59分了啦，到底我对一下，再确定一下。好，我以我的手机的时间为准，好不好 ？OK， 有没有问题 ？OK， 来，安诺稍微把灯关一下。来，我们把手机拿出来看看，有闪光灯的就给它闪。来，1、2，来，拿出来。好，我们待一会哈，我们再开始会放炮。来，我的时间是11点59分，准备好了吗？对你旁边的人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不认识的人，你旁边的人，你准备跟他找好目标了吗？有了吗？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还有30秒，30秒。准备要说什么？站起来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！30秒，25秒。OK，世界就要迎来一个新的一年。